今日個個都係新益花園，睇呢個靚單位啦。點解話呢個單位靚？有3個方位。我哋今日呢個單位係向東、向南、向西南。我哋先望一望西南位置先。呢個窗就係向西南，原跡有露台，推咗出去做張餐台。呢個設計非常之合理，可以擺張飯台之餘，4、5人坐落嚟都冇問題。仲要係望翻後山個方向，好靜好舒服。褪後少少係一個曬浪位，出邊一樣係曬到衫嘅。我哋睇睇佈局啦。今日睇呢個單位係一個3房1廁單位。先睇向東嗰間房先，你可以見到入邊所有嘅收納空間係全部做晒。呢度有個大嘅衣櫃，小朋友嘅換季衫係下邊地台嚟嘅，一張小嘅書台。呢邊可以俾佢放好多模型。呢間房係有窗有冷氣。咁我哋睇睇剩翻2間向南嘅房先。先睇阿妹嗰間房先。女仔房有啲咩？一個大衣櫃、地台、書台，仲有少少嘅海景俾佢望望。女仔房仲望到少少嘅海景。有冇發覺呢度會有個咁嘅位置？原先係擺個鋼琴、米八、電掣全部做晒。呢間房嘅空間佈局、大位全部幫你諗好晒。經過個客廁，我望先。有窗嘅浴室布裝埋，主人房望望入邊嘅空間先。主人房呢一邊係有個書台、衣櫃，隔離呢邊都係衣櫃。後窗做咗啲床頭櫃，全部做晒，呢啲都係櫃，好多一辣都係。呢間屋你唔需要去諗收納空間，做好晒。經過呢邊有個走廊位，做咗個倒頂嘅鞋櫃，合理嘅呢個位係。跟住廚房呢邊洗衣機、雪櫃、爐頭喺呢一邊 L 型兜過嚟呢一邊。中央石油氣，睇到呢一刻，如果中意呢一間新益花園3房1廁，向東、向南、向西南3個方位攞晒，望橋景，全屋超多收納，50萬裝修，樓層夠高。有興趣嘅話，揾我 Oscar 睇呢個單位，樓下仲有個泳池可以免費供你使用，獨家放盤嘅，可以喺後台點擊我頭像留你聯絡方式，我將會回覆你。再見。